老板您好，我是李思璇，我今年25岁，我身高155公分，我体重是52公斤，我家在海洋省，我的家有4口人，是爸爸妈妈我跟弟弟，我还没结婚。2019年我来台湾上班，是做公司韩甜的，然后2024年我回去越南帮忙跟爸爸妈妈。我有做公司甜的，是锁螺丝跟包装。现在我要来台湾赚钱跟帮助家庭。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OK。老板你好。